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已经列入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议员贾良介，上午市政总质询虽然无过去严厉炮火，不过包括质疑水道博物馆矿泉水版权的争议，以及林志玲将来到台南美术馆办婚宴，到特权等等的问题，拢互市府官员神经顶甲暗暗。名模林志玲传出要来台南美术馆办婚礼，已经引起全国轰动。其实嘛是行销台南上好的机会。不过议员贾良介提醒市府，千万唔通有特权，要求组织古迹一定要有相关的规范。相信借此活化台湾利用，嘛是真好的方向。我会使当赤坎楼办理婚礼袂？我会使当空主庙办理婚礼袂？无答案。无下甲袂，但是若是文化局有真好的规范，伫即个所在办理活动，饮食如何规范，包括主驾安怎规范，你婚礼当做到什么程度？我对古迹的维护到什么程度？我会当甲古迹活化到什么程度？互台南市的观光变做多元化，有何不可？议员指导的部分，以美术馆、参租界诶，经营酒店遐拢讲啊足清楚的，哦，包括因的范围是咱的古迹洞后面新起的廊道的部分，哦，嘛毋是古迹本体的范围内底，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规范其实因对方拢足清楚的，嘛愿意全力来配合。这选议员手中所提这几罐矿泉水，就是目前山上水道博物馆所卖，因为造型特殊，连市长拢讲参照选择。但议员质疑是，这个罐仔是来自冰岛饮水公司，咱摕来用较有授权，设计顶面较有版权的争议，唔通因为疏忽演变成国际新闻。伊这个设计啊，是冰山啊。冰山的设计，咱呢是水道水啊，即马无人咧讲水道水，即马拢讲自来水。咱较早讲水道水，你是水道博物馆的设计，你是安怎去经这个干啊？你甲我说明者。这是标准的，已经形式市面上的有的干啊。市面上有的干啊，哦。市面上有的干啊，恁就会使摕来用。这水，这要有一个规定的生产嘛，吼，这要符合卫生相关法令。市长若互你害事吼，你要注意。这物件，阮会当来甲厂商来个查证，暂时伫查证结果出来进前，吼，暂停来用这个干啊。已经列入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议员贾良介，市长伫伊的质询当中嘛不时称作委员，希望伊伫中央加为台南发声，做伙拼农产行销。但新闻军及林光采访报道。议员李启伟的总质询徛伫个并安平观光发展来建言，除了提出伫个港滨历史公园设立台湾之眼摩天轮以外，嘛建议市府开辟安平港到澎湖的海上航线。对此，市长拢表达乐观期望，将由观光旅游局进一步评估。议员李启伟手提摩天轮造型的装饰品送予市长，就希望市府好好评估。伫咱办过2摆灯会安平港滨历史公园来设立。议员强调，政府只要出地开放民间投资，预计4亿2-3档地当回收。特别咱的摩天轮，佮以台湾之眼来号名，是有特别的历史意义。顺线考试甲高雄爱情摩天轮的画大饼证件完全无同。对此，观光旅局嘛表示将协助业者提案。台湾之眼这来设立这绝对会对观光有真大一个帮助我顶一届有讲到安平这运河上美丽是伫晚上嘛
伫暗时吼，啊，咱迄摩天轮当然那个时间那个晚上也都可以啊，吼，啊，这尤其是搁伫咧迄个运河边吼，所以我等下甲你讲倒一个所在，迄就是咱捌过去台南吼，捌连续办2届台湾灯会吼，主灯吼的一个，现在那边有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腹地啦，吼，啊，其实吼，这市长，这运仔毋免开咱吼啥物钱啦，吼，咱。这运仔咱着互民间吼会当落去投资就好啊嘛吼，啊市长吼该样吼进行吼相关性的评估吼，相关单位来评估嘿。我会请管理局啊，因来评估看卖。让局长可不可以适当的？这个想法怎么样？为了台南观光，议员除了创造摩天轮的亮点以外，嘛以安平港距离澎湖拢比其他县市的港口较近等优势。加上阁是高雄以外带上侪澎湖乡亲的城市，所以希望市府甲港务局合作，尽全力来开辟安平到澎湖的航线。对此，市长嘛表达乐观其成。市长，迄个你感觉坐船去过澎湖？我捌为澎湖坐船到离岛，为台湾到澎湖我是坐飞机。坐船到离岛吼。啊，这也有咧坐船去澎湖，咱嘛会知影啦。就是也有要去澎湖吼，这有当时啊过年过节吼，有当时啊这票吼，这嘛真歹买啦，一票难求啦吼。啊，这啊加一个选择吼，会当坐船吼，会当看海上的风景吼。啊，这个也是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去亲近海洋。咱是乐观其成啊，啊，甚至想看卖会当甲港务局合作吼。因为你议员你搁说讲去着澎湖政府，还是讲澎湖因的业者，伊感觉讲即个台南即条航线吼，对因来讲较好。这有竞争力啊，系啊。虽然航运公司在商言商曾经试办过成效无好来取消，不过观光旅局嘛思考伫旅游的旺季，甲业者参详，对开设特别的航线开始，嘛有旅客互澎湖乡亲加一个选择。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出身林德的议员郭凤仪伫总质询指出，新丰区车祸的死亡率高，而且无一个区域性病院，即个替当地医疗资源来请命，而且佮具体要求爱优先甲卫生福利部所属的病院协调，先正式急诊中心的服务。对此，市府表示将会全力争取。议员郭凤仪以新丰区交通事故死亡率的统计发现，对台南市区的0.3%到偏远的量价已经高达5.5%，认为车祸死亡率甲距离医疗资源有明显的相关。进一步强调，目前南关线甲南区加起来高达28万人口，却无一个区域病院，甚至连一个需要掌握15分钟黄金救援时间的急诊中心拢无，积极替民众来请命。黄金15分钟，这个急诊，病危伤患哈，这个欧卡，欧卡重大伤患黄金15分钟。所以如果车祸造成欧卡，表示说这个人伤害呢就是相当的严重了。这个我当然啦，如果哪是公比，在这一段20分钟的车程里面，我一直地强调讲，是不是在咱南关县新丰区的部分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急诊中心设立？经过议员的建议啦，市长的重视，咱其实咧规划案的这个费用呢已经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用全区来。你是用全台南市的哈，不过我是拿新丰区出来比较。规划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做全区的这个一个规划，当然他会包括呢人口数、交通，还有这个医疗的需求啦。议员除了呼吁紧急医疗对新丰区的重要性，接续嘛要替钓鱼的人口来请命，特别伫中央已经有意开放双溪港和钓客议案。议员表示，咱台南拥有63.7公里的优美海岸线，要求找一个双溪港示范区，伫符合相关法规为前提，参照日本提供优质安全的环境，而且还有专职统一的管理单位来发展娱乐渔业。怎么去让钓客我们这些钓鱼的好朋友大概也让现在这种很悠闲的环境中钓鱼啦嘛袂去受到法令的干涉，或者是在人身安全上的顾虑都有一个很安全的钓鱼的环境。相信
大家要得到的是这啦吼，但是问题非常多。委员，我跟你报告啊，安平渔港的部分，我们最近才跟港务局来联络啊，他们会基于开放的海洋的这个观点，他们会设置栏杆，就是说我多长你不能跳那啦，啊但嘛别唱这么基调就，所以他会设置栏杆，然后再让这个钓客有稍微多一点保障啊。至于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还会再强化。根据了解，目前安平甲将军渔港已经开放钓鱼及相关的配套，拢由台规划达成专家、钓客甲政府三赢局面。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办理集团永续家园参与式顾算投票，14号正式启动。为期1礼拜网络投票活动，开放予全市的市民来投票，将选出8个社区的集团改造案，以及1个社区的行动计划案。新移民主是为了推动公民参与政策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嘛是民主核心的价值。但是早伫全国头前，成为第一个运用参与式预算方式，让社区民众参与集团家园的社区，透过甲政府交流意见，整合社区的资源，提出因应地方需求的社区改造方案。这款的创新思考，嘛，互参加的民众拢表示肯定。透过这种社区为本以及这种纯艺术体验的话，能够在社区里面先沟通先把社区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要有创新的东西，先构想好了，然后来参与这个竞争，然后这个它经费也比较高，能够帮助社区能够完成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所以民众都一直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响应。集团永续家园参与式的预算提案，这摆有17个社区参加，提出18案参选，选出11案进入网络投票阶段，最后全市的市民选出8案进行社区改造。初步筛选之后剩下11件哦，那这11件会开放给民众投票，那之后会挑出8件哦。那在整个的社区为本调试部分的话，参与的有9个社区哦。那初步筛选完之后剩下3个，那之后再去挑出1个。那整个的低碳家园部分哦，每一件得奖的大概有20万的奖金哦，所以有8件里面每件有20万，不是20万大家分哦，是每件都20万哦。对着执行上好的社区，市府卖颁发奖金，鼓励市民会当养成责任减碳的习惯，共同打造集团热能社区。每个社区都提出了蛮好的点子，还有蛮好的方案，倒也不是为了20万、30万的那个奖金，而是激励社区共同来参与，来打造自己的社区成为一个低碳社区。那这个执行的方法，我们总共目前为止已经大概环保局已经大概筛选了11个 case，11个 case 里面我们要录取8位8位之后，最后执行的最好的我们会颁发奖金。奖金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养成节能减碳的概念，都能养成低碳社区的营造，打造台南市成为一个绿能、低碳、节能的这个城市。这摆参与式的预算投票活动，对今仔开始到11月22号早止，民众会当用手机扫描画面上这个 QR code， 得当进行投票，不但快速环保，也当参与政策推动。另外，对着无啥使用手机的族群，环保局伫瓜田、客家、将军、七股、大内、永康、甲嘉义等区域，嘛有设立行动投票所，互更较侪民众会当参与这个投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要
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日本山形市长佐藤孝宏带领将近60位市民到台南旅游，佮专工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准备台南的青皮碰柑、油啊，以及伫日本长红的珍珠奶茶来招待这日本朋友。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来自日本山形县的山形市访问团，这届伫因的市长佐藤孝宏的带领之下，来到台南旅游。也因为山形县是咱台南的国际友好城市，所以过程当中也特别来到台南市政府拜会市长王伟哲。会中双方也互相交换礼物，市长王伟哲也送上各种的台南农特产品，同时也送上应有2市市会的碰饼甲抱枕，予佐藤孝宏市长。这也代表了2市互相扶持的交情。今天非常高兴的迎接贵宾，来自日本山形市的佐藤市长率领着将近60位的市民以及议员一起前来台南参访，这个象征着台南跟山形市2市之间坚固了友谊，而且民间往来密切，不管是球赛，不管是文化活动，不管是产业活动，其实坦白讲，我们都非常乐于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交流，让两市的市民彼此认识更深，培养出更坚定的友谊。而且将来我们觉得，其实在城市的发展路途中，越多伙伴，越多朋友，我觉得对城市多元化以及城市的发展都有正面加分的作用。所以除了山形之外，我们也乐于跟其他的姐妹市或者是这个友谊城市进一步的互相互访往来，深化彼此的友谊。这届的访问团当中，也有将近60位的山形市的市民。佐藤孝宏市長會帶因來台南上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帶動雙邊民眾的交流。この度はですね、57名で、この台南市を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2年前に山形市と台南市は友好協定を結ばせ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ですね、その友好をさらに深めて、また市民同士の交流というもの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して、この度はたくさんの市民の皆さんと一緒に参りました。台南市のフルーツ食べ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ど、非常に甘くて、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で山形市もフルーツたくさんあるところですので、そうした意味では共通点があるなと思いました。市府也伫会场准备了侪侪台南的美食甲水果，予大家品尝。除了山野馆，也阁有青皮碰柑、油啊等等，甚至也阁有日本现在上夯的珍珠奶茶，要予大家感受到台南满满的热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今年来拢会举办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的文化物产嘉年华。身为日本知名苹果的产地，弘前市也带来真侪无同款品种的苹果。今年可望突破5万粒的销售量。现在一来到后火车头的百货6楼，就会使伫一个区域当中闻到真香的苹果味。这拢是来自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的苹果。今年迈入第9年的弘前市物产展，除了载的侪无同的苹果以外，也准备了当地特色产品甲苹果的加工品。伫盛大的启动仪式后，也象征即届的物产展正式来开始。百货业者也表示，希望即届的苹果销量会使突破5万粒。青森弘前的苹果是第一个在9年前从台南店跟日本开始做了第一次的交流。那后来经过我们最近这5年。我们把它推广到全省。那跟各位报告一个成绩，
我们从第1年开始9000颗的苹果，那经过大家很热爱、很喜欢，到了去年我们总共卖了46000颗，那我们准备今年要突破5万颗苹果，这个都是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消费者对日本苹果非常的热爱。那我们很希望今年我们一样有更好的成绩。那今年我们还有很多特殊的这个所谓明星商品，包括很少有的一种叫做蜜苹果。那待会请各位到会场可以品尝看看。这届带队的日本丰前市副市长连田雅人也期待，除了水果的交流以外，双方未来也会使有更加深度的互動。本日から12月1日まで、こちらの台南大宴客にてリンゴをはじめとした、物産販売、そして当市の観光魅力をご紹介する日本青森県弘前市文化物産フェアが開催いたします。台南市と弘前市との交流は、それぞれのマンゴー、そしてリンゴの果物交流からスタートし、2017年12月には台南市と弘前市、そして青森県との、3社による友好交流に関する覚書を締結しております。リンゴのほかに伝統文化、そして観光、教育などさまざまな交流をこれから深めてまいります。现场百货也准备了100粒的苹果，提供消费者的试食，会使看到侪侪民众拢排队咧等咧领。同时，伫物产店当中消费满1000也会使得到限量的苹果。如果是喜爱食苹果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地区农会旗下4间家政甲农事3个部门，在4号举办幸福农村联合成果发表会，互农会会员展出各项动态甲静态努力成果，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台南地区农会所推动的幸福农村计划，结合农会4间家政、农事3个部门，伫安南区农会9楼大礼堂举行成果发表，展出各项动静态展示。除了有热烈的战果表演以及歌唱演出以外，还佫有美食飨宴、手工艺展示，以及优良农特产行销，活动丰富热烈。地区农会108年度推动着这个幸福的农村的一个成果发表会。今仔日这个发表成果发表的内容有分做静态、动态所以讲你动态有内底成员有阮4间有阮青王有阮家政这个就有动态就有阮动态主要是4间4间内底拢做动态。这青农就是因所种植有寡只产品，家政因有寡出手路菜，甚至因有寡手艺的这个内底成果啦所以讲过去每一档咱地区农会所推动的协助政府的政策咧做遮伫全国拢有得顶啦所以讲今日是咧表现讲邻居有寡其他有寡相关的单位希望讲总做伙来协助咱政府来推动咱这个幸福的农村。幸福农村联合成果发表嘛无袂记做公益。台南市青农联谊会台南地区分会表示，会将现场展示的各种产品全数捐予美善基金会，希望将幸福农村的爱分散到弱势机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冷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